熬足6個鐘嘅新鮮羊肉湯。哇，正啊！啲膏爆晒出嚟啊！哇，呢個就係枝竹羊腩煲。我整翻啖先。哇！喺睇片之前，麻煩大家免費訂閱我係機械貓。今次近近地去咗水圍揾嘢食。水圍位於福民站，喺福田口岸過關，只要坐1個站就去到福民站。我哋嚟到熟悉嘅福民站 D 出口，之後我哋轉向後面嘅方向行。過完中秋，已經準備入秋冬季節，大家第一時間會諗起食咩呢？除咗諗起打邊爐之外，我第一時間就諗起食羊腩煲。沿住呢條路繼續直行，呢度叫福民路。而家去緊嘅餐廳叫做無記海南東山羊靚靚蒸蝦，佢哋專業做羊已經有26年，始於1998年。全程唔使5分鐘就已經到達。佢哋每日營業時間係由朝頭早嘅11點去到凌晨嘅2點鐘。餐廳最大嘅賣點就係佢哋嘅羊，只用19公斤嘅公草山羊，堅持每日新鮮3點送車，4點斬羊，5點吃羊。從烹殺到餐桌只需要3小時，唔會用飛機羊，亦都唔會用急凍羊，就係呢份堅持已經值得我哋去一試。除咗有羊肉之外，佢哋都有專賣大閘蟹，仲有蘇城大閘蟹，100蚊4隻喎。餐廳可以免費幫你加工，喺度食或者帶返香港都得。場地直供，只做精品大閘蟹，生熟都可以帶過廣啊！每人可以帶20隻，可以免費加工做鹽焗蟹。室內亦都有用餐嘅地方，別有一番風味。店裏面就充滿工業風嘅設計裝修，簡單得嚟又有一種好舒適嘅感覺。呢度樓上亦都有卡位嘅。上面都有好多座位，到時人多都唔驚，大把位。呢度亦都有2間包房，更加多私隱度啦。有獨立冷氣嘅，另一間就細少少，都坐到4、5個人。海南4大名菜之一，羊肉不隔夜，現做更新鮮。除咗羊肉之外，佢哋做嘅蝦亦都好出名。暖過寒冬，喝湯吃肉。之後我哋睇下餐牌，燕熬羊骨濃湯都係28蚊一鍋，有幾款口味嘅牛腩煲同埋羊腩煲，仲有肉類、涼菜、特色燒烤、素菜等等，價錢都係好實惠。餐牌另一面就係飲品，有啤酒、汽水，亦都有冬季菜品嘅選擇。靚靚蒸蝦、做蝦、做蟹都係好出色，人均100都可以食得好好。深圳有5間店都可以食到羊肉嘅美味，大家可以 cap 低個地址，下次去搵嚟食。呢度有好多啤酒去飲啊！青島嘅，純新都有，經典款嘅青島啤酒。樓上同埋樓下都有自助調料台，咁就交俾大家自己發揮。食羊肉點會少得腐乳呢？
呢款就係佢哋用嘅泥爐炭，用炭火煲嘅羊骨湯真係夠晒風味。用咗6個鐘熬製嘅羊骨濃湯都只需要28蚊一鍋，加98蚊就有1斤東山羊肉。呢個係1斤羊肉，輕輕煮佢幾分鐘就食得。話咁快，秋冬美味大餐已經嚟齊，當然要打返張靚卡。傳承百年獨特燙皮羊肉技藝，可以做到鮮肥冇臊味，啱晒食唔慣羊嘅臊味嘅人。1米長羊肉串係我見過最長嘅羊肉串，每嚿羊肉都好大粒，上面鋪滿唔同嘅香料。整翻啖先。1米長烤羊肉串係有限量供應，要提前預訂。超正，一啲都唔臊。裏面仲有好多肉汁，呢個真係必食之選，好味到食唔停口，我自己都食晒1串。熱辣辣嘅砂鍋鹽焗蟹，用嘅鹽都係用粗鹽。哦，呢隻爆煲！嚟到食蟹季節，一定要食蟹，唔係會後悔。好多個喎，睇見都已經流晒口水。哇，呢隻正啊！呢個爆晒出嚟啊！用鹽焗嘅方法，完完全全保留咗蟹嘅鮮味。之後整翻碗佢哋嘅招牌靚湯，羊骨濃湯望落去好清澈，一啲都冇油膩嘅感覺。湯入面有紅棗、杞子、粟米、蘿蔔。一開始放入去嘅東山羊肉，皮同肉之間基本上係冇脂肪嘅，係精選黃金週期19公斤嘅草山羊。呢個湯係熬咗6個鐘噶，用羊骨嚟熬製嘅，好滋補啊！飲完冬天都唔怕凍啊！食而家羊呢，可以飲腐乳。羊肉真係一啲都唔酥，亦都好嫩滑。咁咪最惹味噶啦，秘製嘅佢。哇！呢個就係枝竹羊腩煲，有足1斤嘅份量，都只係158蚊，好足料啊！好香啊！哇！好多嚿羊，佢冇墊底嘅裏面，全部都係枝竹羊腩。入到秋冬，第一時間就會諗起呢個枝竹羊腩煲，啲肉係超腍超香嘅。枝竹係羊腩煲裏面嘅主角，將煲入面嘅精華集於一身。你睇我食羊腩煲之前都係食咗枝竹先就知啦。枝竹索晒羊腩嘅味道啊，超正！一齊嚟啤啤佢，食羊腩煲配啤酒係絕配。呢度嘅啤酒都雪到好冰凍。普包肉係可以凍食或者熱食嘅，薄薄嘅羊肚包住嫩嫩嘅羊肉，係一味好有特色嘅菜式。不過醬汁就比較鹹，唔好點咁多。3鮮伊麵都只需要6蚊一份，索晒羊湯嘅鮮味，再咬一口入味嘅蘿蔔，呢餐非常滿足，食完成身暖粒粒。呢度亦都係靚靚蒸蝦，連續5年上榜嘅品牌，有機會一定要嚟試下。無記海南東山羊，距離福田關口只需要1個地鐵站。香港人嚟到深圳一定唔可以錯過嘅一間羊肉店，可以話係秋冬必食之選。佢哋營業時間去到凌晨2點鐘。鋪頭亦都位於水圍夜市一條街嘅旁邊，非常方便。大家有機會一定要過嚟試下。今集就介紹到呢度。如果你喜歡我嘅片，記得訂閱我。我係 K 蟹貓。